你不要不识好人心。西薇开的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室？时尚自媒体。我知道了，他开的时尚公众号，所以请的人都是时尚媒体或者是设计师。我这次去的话，不仅可以结识到更广的人脉，还可以推广我的品牌，简直是一举两得，对不对？猪脑子终于在线。谢谢你。还没报够。我刚刚是在算你这个体型大概需要多少布料，这次你的礼服就交给我吧。行吧，豁出去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脱衣服。不是顾七七，我们脱。你干什么？不是你让我脱衣服的吗？外套，懂吗？麻烦你下次说清楚。好了，你要干嘛？给你量尺寸。站起来啊！顾西西，你凶我！我弯下去是为了方便你，你居然凶我！你弯下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测量精准度，会影响我的判断。